一只建设的庙诶，两个所长50年的小阿妹耶，三妹当好社会角色，四个抢本母养的季节，也是一个充满爱同记忆的神奇世界。来，听听我也到乡下来点出此个世的节点，就会开始讲故了。台米果，台米果。就是美术，它包含背景、人物跟整个环境的这个设定啊，一栋房子或者是一个稻田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都必须由美术这个角色把它就是建构出来。那等于说，就是这部片在什么样的世界发生，那这个世界呢，就是由美术这个角色把它视觉化。可以出通话，就像带人去到一个现实生活中方并无的神奇世界。也世界会是样的呢，又有样的风景呢。都的意思，美术指头一笔一画来完成。除了要有动丰富的想象力，还要有耐心，师傅将错位的研究，爱到电脑头前专心画图，做安尼的条路并唔轻松。通常那个导演他会。比如说，他会写一段文字，就是他会根据这场戏大概他要了什么感觉，他就会写一段有点抽象的文字啊。那我就会根据这东西，就可能就几行字而已，然后去发想。因为我离那个时代很遥远啊，那以前都是从片段的这个资讯获得，就大概知道说可能有牛车，可能很多田，然后房子都是三合院。就是一些很模糊的概念啊，那你真的要去执行的时候，就必须比较有系统的去收集资料。就是我们除了会去客家村，就是去新竹北埔那一带去实地考察之外，那也会看当地的摄影啊，或者是其他文学，在路上有时候就是看到某一个东西，然后就会跟这个故事做某种程度的连接。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美术风格其实是改了好几次了，都要做了，那就是找一个可以自己想做的风格来试看看，所以才会花那么多时间来做啊。那所以下一步我就不会这样做了，下一步我就会尝试比较轻松的风格。除了抄底物卡图资料，伫电脑头前清面顾画图，实际去到客家中看场景，咪是其中一项必要的工作。翌日，导演带等工作团队去到桃园龙潭，希望看到实际的景色，会发现到爱加到乜嘅东西落去，通话将会很较相应。你在思考那个故事的时候，就有些场域它其实会出现，哪个地方适合，好像比较适合故事里面的这个空间。那因为毕竟是之前曾经在这边有一段时间，常常来来回回，然后再加上这边当然有一些是勾起我以前可能曾经当兵，大概当步兵的时候曾经走过的一些路。我们在思考空间的时候。生活体验，还有你生活的场域，这些东西都会在你脑子里面慢慢会出来，哪些适合哪里，哪些适合哪里。在农田这个部分，基本上它的特色跟符号其实会蛮清楚的。你看到像远方那种用石头堆砌的这种田埂啊，这个景致，其实在一般，譬如说我在云林的话，就可能比较少看到这样的东西。我印象里面就是进到比较是客家村的地方才会看到这些。
工作的这个阶段，你可能会只是在一个纸上作业，或者说你的想象会是在你这个框架里面。可是你进入一个场域，当我决定要进入这个场域，可能其他导演他不需要，或其他的动画师他也不认为我还要去到那个场域。可是对我来讲，进入这个场域，它会给我不同的感受或者感觉。这些不同的感受跟感觉，会提供我在创作上面，或者说我在空间设计上面的一个想法或者 idea。等于这房子后面的后山，然后这个会从窗户里面拍出来的，稍微镜头有一点稍微可以移动的话，可能味道会更好。姨婆来的时候就会坐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这根柱子是我在做运镜的时候还蛮好用的。详细看亚嘅世界，你會發現有更多創意。事實上，此個設立決定也出動畫嘅頭下嘛，未係受到真實世界感動真想到嘅。這個伯公，我會謝謝他一下，因為我最早那時候在提案的時候，在拍這個地方，有稍微跟他請示一下，算我朋友啦，跟他聊天一下。你實際上去場地做勘察的時候，有些東西會意外的給你，會有意外的東西會給你。第一次我在做 demo 雛形的時候，當初當然沒有特別設定。那比較有趣是因為我下來第一次是在那伯公廟那邊，就是先到伯公廟那邊，大概先打個招呼，然後我就進來。原來構思的畫面，因為這個場景它給了我一些靈感，我做了一些改變。我最早的想法希望是在找一個姨婆的觀點，我希望它有一潭水，安靜的水，不是很大。然後我來這邊看到這個小溝渠，然後姨婆在洗衣服，就給了我一個新的靈感。你看到這邊的這個植物，就發現這裡有水草。哇，有水草覺得很乾淨，然後水草就娓娓道來。那天又有一點太陽，然後有一些光，我就覺得很適合，就是說老人家在說故事的那個味道。那水草的那個律動，大概是我故事開頭的第一個畫面。對我來講，我覺得你只要真正進入到故事裡面，它發生在這裡。它跟這裡的地形地物有一些關係，有一些互動。你在景象的呈現上面，基本上就會是貼在這個上面走的。第二片土地上還有當到當江、當站地位所在，等等人用心去看，用心去體會。冇聽錯，唔係做得對一條草嘅，一類花香，潛出一類神奇嘅故事。